孝敬您的，服用后保证让你气血通畅，延年益寿啊！哼，这可真是稀奇呀，连蜥蜴也能够入药了。这是生长在云南的蜥蜴，它小的时候是要伏在爹娘身上长大的，爹娘对它疼爱有加，出去给它觅食。哎，结果到了冬天没有食物了，你猜怎么样？这个饿了的孩子竟然回过头来把自己的爹娘咬死，吃掉。你含沙射影，话中有话，是不是又想在本座面前搬弄什么呀？哎呀，卑职不敢。哼，你还不敢？本座知道你对红影不服，但是本座也再三言明，不希望自家人闹什么内讧。你居然还以这味中药为名借题发挥，说穿了，你就是容不下红影。莫非是把本座的话当成了耳旁风了？9000岁金科玉律，卑职怎敢淡忘一句？只是什么？只是卑职为9000岁多操了点心而已。哼，那你倒是说说，本座有什么可让你操心的？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。9000岁，您对叶千户那是宠信有加，可就不知道叶千户对9000岁是不是以真心换真心呢？哼，那是当然。红影把我亦是当成亲生爹看待，本座几次遇险，都因为有他才能够化险为夷。上次在生死里，他为救本座，还情愿自断双臂。可是最终他还是保住了双臂，而且他还要放走那帮反贼。9000岁，难道为此你就没有起过疑心吗？毕竟他是你的义子，是亲生儿子。大胆！9000岁息怒，但卑职只是希望9000岁得以证实，叶千户对9000岁到底是不是真心实意呀？好，那本座就给你这次机会。不过，我们要怎样做，才能试出红影的真心呢？9000岁放心，卑职已经有一条妙计。花姨，你看那么多好吃的呢，叫马上飞也来吃吧。那怎么行呢？这不坏了我醉月楼的规矩吗？咱啊得尊卑有别，主子跟奴才怎么能同桌吃饭呢？可是，他是我朋友啊。什么朋友不朋友的？他就是个下人，你可是东林书院的小少爷，别失了身份哦。快吃啊！9000岁，这佛堂可是卑职专门为您盖的。为了我？啊？本座是那种只顾自己享受、剥削民脂民膏的人吗？9000岁息怒，卑职听说您在闲暇之余有参禅打坐、为百姓祈福的习惯，所以本府就找来了最好的工匠，打造了这座静雅的佛堂，还望9000岁能满意。如真啊，你真是有心了。那本座就领了你这份情。这段时间为了东林反贼的事啊，闹得本座那是寝食难安呐，是该好好放松一下，打禅静思静思了。9000岁所言甚是。叶千户，不妨也进佛堂陪陪9000岁啊。我从不信鬼神。哎，颖儿，你就多陪陪义父吧，我还有好些话要单独跟你说呢。既然9000岁都这么说了，千户就不要辜负了9000岁的这番心意吧。那孩儿恭敬不如从命了。9000岁，请。好。叶千户留步，你要把剑留下。
我的剑从不离身。佛堂乃清净之地，你的剑杀气太重，还是留下来让本府替你保管吧。难道你还信不过本府吗？嗯？这碗牛肉给你吃吧。不用，我这有红辣椒就够了。你天天干那么多体力活儿，光吃辣椒还有白米饭，身体哪里吃得消啊？哎呀，谢谢冬青姑娘关心我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彼此帮忙应该的。对，我们都是天涯沦落人啊。可是我要吃肉，贝华一知道跟我急。你就放心吧，今天的肉做多了，你吃啊，大伙看不出来的。对啊，这么多肉扔了多可惜啊！我先走了。好。天涯沦落人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对我这么好，不会是看上我了吧？这些年，你报效朝廷，鞠躬尽瘁，对本座忠心不二，辛苦你了。这都是孩儿应该做的。义父曾经教导孩儿，要做一个大忠大孝之人。这句话，孩儿一直铭记在心。好儿子，我一直想送你一样东西，来回报你对我的孝心。这样吧，这枚玉扳指，为父就送给你了。义父，孩儿愧不敢当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啊！在我还没有进宫当差之前，也喜欢过一个女孩子，想把我这枚家传的玉扳指送给她当定情的信物。可是对方家里嫌我穷，不但不领情，还叫人把我毒打了一顿。从此之后，我便进了宫，净了身。这枚玉扳指也就一直跟着我，只是我再也没有机会把它送给我喜欢的人。孩儿不敢收下如此重礼，还请义父收回扳指。收下吧。俗话说得好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所谓成家立业，一个男人得先成了家，才立得了业。红英啊，不知你现在是否已有了心仪的对象啊？如今反贼猖狂，东林党余孽尚未除尽，孩儿无心谈论男女之情。哎，这话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为父可不希望你因公废私，把自己的终身大事给耽误了。你从小就没有了父母，既然是我的义子，那就让为父替你做主吧。你与方宗从小青梅竹马，又是本座最疼爱的一双子女。倘若你们能够亲上加亲，那可真是了却了本座的一桩心事啊。可是义父，我知道你对方宗只有兄妹之情，并谈不上男女之爱。可是，毕竟你俩才是本座最贴心、最信任的人。燕儿，我都已经是半截身子埋进黄土的人了，难道你就不能成全为父的这桩心愿吗？义父，那我明天就去问问方宗他的意思。来，为父先给你戴上。义父小心！
让义父受惊了。红影，你没事吧？不碍事。来人！义父，你先回行馆休息，这里的事交给孩儿来办。好吧。叶千户，我来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您的东西……哦，您的剑，本府替您保管好了，拿回去吧。我要拿回的不只是我的剑，不只是剑，那还有什么？交代。你干什么？你不明白？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啊？刺客。刺客？啊，那9000岁大人呢？刺客想杀的是我，而不是我义父。哎呀，叶千户，你越说我是越糊涂，这事怎么没人向我禀报呢？你的人都死了，当然没人向你禀报了。哎呀，叶千户，你越说我是越糊涂啊！其实你明白得很，我不杀你，是不想让义父看见你我同是操戈，伤了他老人家的心，我就暂留你一条狗命。如果胆敢再有下次，我就拿你的人头祭我的剑。